多謝主席。咁頭先都聽到有好多數據分析啊，各方面嘅有少少個討論，我覺得有少少 distract 咗佢嗰個模組究竟點樣構成、點樣計算出嚟。我諗最主要我哋開呢個會咧，咁大家坐喺度最主要都諗個辦法啦，即係知道我哋未來個 trend 係點樣，我哋應該係點樣安排我哋啲人力啊各方面嘅東西。咁其實我都見到嗰個即係其實都想講翻嗰個呢個熟練技術人員嗰個問題。咁因為我講話65歲或以上嘅人口咧，將會由去年嘅23%增到2028年嘅28%，年輕人力咧就非常缺乏嘅。咁我諗年輕人力缺乏嘅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可能後生仔都唔願意入行某一啲工種啦。咁呢一方面其實我哋有冇諗過一啲解決嘅方法咧？我記得幾年前都有，即係幾年前以前做區議員嘅時候啦，咁成日都有即係香港周圍都爆水渠啦，係嘛？爆親水渠嘅時候咧，都要有個人員咧來檢查先。咁嗰個一定係技術人員嚟㗎啦，係咪？因為佢要知道嗰啲喉管啊各方面點樣。當時落窿嗰個人咧係同我講佢已經60幾歲㗎啦。咁我都問佢話：喂，好辛苦喎，你咁樣又會捐落去啫？嗱，佢話冇啊，冇，完全冇後生入行㗎。我哋呢度遲啲就完全冇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幾核心嘅問題，就係話呢一啲技術人員其實係我哋社會運行係必須要有嘅。究竟我哋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就係冰山一角嚟嘅啫。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咧，其實都出現呢啲咁樣嘅問題。咁如果我哋見到某啲工種，其實入行嘅人或者就業嘅人本身個年齡層已經去到咁嚴重，其實難得即係簡單啲嚟講，就算係小巴司機都係㗎。小巴司機當時小巴行業人士同我點樣形容佢哋咧？佢哋話係即係司機人生涯嘅最後一站就係做小巴司機啦，揸到70歲都仲揸緊。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我哋究竟個解決方案就住仔細啲行業嚟去睇，其實有冇諗呢？頭先同事都有討論過一個關於嗰個延遲退休嗰個問題啦。其實總言唔好講話工人嘅一個階層嘅一個呢方面嘅東西啦。咁其實我都同過一啲 banker 有研究過，佢哋話啲銀行嘅一啲專業嘅一啲人士呢，高層嘅一啲人呢，其實佢哋嘅經驗係非常之難能可貴，佢哋都希望留低佢哋一啲比較高齡嘅一啲人士嚟去做嘢，但係發現呢，就係保險嘅問題。如果佢年齡比較高咧，其實保險咧就到時唔包，咁搞到佢哋咧都請唔到。咁呢一方面我哋都會唔會着手去處理咧？咁其實就唔止我成2間 bank 嘅人都係好大嘅銀行喺本地啦，都同我提過呢一方面。咁其實我哋有冇諗過一啲應對嘅方法啊，或者係有啲形式啊嚟去做？咁如果齋去分析數據個模組點樣組成咧，我覺得有少少嘥咗今次嘅會。其實我哋希望為香港未來人口健康嘅人口發展諗一啲方法。咁其實有冇做緊某啲做緊一啲方法去解決啦？唔該，秘書長。好，唔該主席。就住頭先阿林議員所講嗰個情況咧，我哋當然都關心啦。即係嗰啲中層嘅技術員嗰一類嘅工種咧，事實上係非常之短缺。我哋亦都有政策咧，或者有方法咧，係透過本地培訓，例如係職訓局啊，或者係呢個再培訓局啊嗰啲咧，希望都盡量培訓到一啲人去做。咁但係事實上咧，睇到個情況，因為香港年青人入行嘅情況一路都唔理想。咁所以咧，其實喺舊年嘅施政報告咧，亦都宣布咗咧，就話我哋將會係有個新嘅機制出嚟，係優化翻而家嘅一般就業計劃同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咁係想吸納翻一啲喺香港以外嘅地方一啲年輕啦，專業技術係有專業技術同埋資格同經驗啦，但係本身係一啲非學位嘅專才咧，希望佢哋入嚟幫我哋手。咁長遠希望佢哋留喺香港度發展，就支援翻我哋一啲好需要嘅技術工種。加入翻一啲人手非常之短缺嘅技術工種嘅行業咁樣嚇，咁呢個係我哋個喺呢個舊年嘅施政報告嗰度咧提出嘅一個工作嚟嘅。咁呢家個工作咧，我哋而家係進行緊，亦都同緊一啲相關嘅政策局啦、業界等等咧，係睇緊點樣去落實個細節。如果落實咗個細節之後，我哋希望喺今年年中就推出個計劃嘅。唔該，主席。好，你補充少少。好，簡短啦，係簡短。咁其實
明嘅，咁樣即係咁，其實想知道政府嘅成個思路就係話，OK 呢紮技術人員我哋冇嘅時候，係咪完全未來啊10年20年都係靠外地輸入勞工嚟去處理呢？定係同時間其實我哋諗緊有個問題就係，當我哋同一啲後生仔去傾嘅時候，好多人其實佢就話喂，其實我都冇乜特別嘅技能嘅工種一路做，其實譬如話我做司機或者做一啲 waiter 咁樣，其實佢成日都話冇未來方向，其實就係因為佢本身冇一個專業嘅技能。讀書又唔係話非常之叻，咁呢一方面其實我哋會唔會諗啲方法，令到我哋本地嘅青年人係可以有呢一種嘅工種，即係特別嘅技能係嘛，特別嘅技術變咗一個專業人士。咁比例上，我哋都本地嘅香港嘅一啲技術人員都係有一部分，而唔係完全依賴喺輸入勞工嗰度咧，行㗎。好，主席，頭先我都講，我哋就唔係話完全依賴輸入外地勞工。事實上咧，我哋亦都透過本地培訓，亦都有一啲嘅誘因，譬如俾一啲額外嘅津貼佢哋咧去接受呢啲培訓。咁但係實際上，即係好實際咁講咧，睇翻過往嗰個數字咧，始終年輕人喺香港年輕人咧，特別係我哋香港年輕人，譬如嗰個教育水平比較高，要佢哋入行去做呢一啲比較體力勞動嘅行業咧，其實係真係困難嘅。咁所以實事求是嘅解決方法就一方面有本地培訓，另一方面我哋亦都透過我頭先所講嗰種新嘅機制咧，希望引入一啲外來嘅專才咧，就幫手我哋去解決我哋嗰個人手短缺嘅問題。我哋亦都希望入咗嚟嘅人才咧係長遠留喺香港發展，變咗咧就可以比較長遠咁去應對翻我哋嗰個情況嘅。唔該，主席。